你有冇幻想過80歲都仲可以行得走得，笑得開心？自己買餸煮飯，同朋友飲茶行公園，仲記得今日講過嘅笑話？呢一啲睇落好普通，其實就係健康老化最重要嘅指標。而秘訣唔係乜嘢神奇抗老，而係你每日嘅飲食習慣同腸道健康。研究一致指出，足夠蛋白質、膳食纖維配合健康腸道菌群，可以大大提升健康老化嘅機會。由今日開始，食多啲植物性食物，再配合益生菌同纖維，慢慢為自己打造一個自由有活力嘅老年。想知更多實用健康資訊，上我哋官方網站睇益生第一關啦！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第一次嚟呢個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同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方便以後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。